朱青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咖啡泡还佫有一个足重要的方法，我一定要互你知影。什么方法？伊会当美肌。美肌是要顾皮肤吗？起来敷脸吗？不，咱咧洗身躯的时阵是不爱抹散文？嘿，好，你就将这个咖啡泡放伫咧手的，啊，把迄个散文搁伫咧内底。啊，就安尼身躯撸咧，因为这咖啡内底咖啡因哦会当去角质，洗的皮肤就足油的。你看，你摸这个咖啡泡，有感觉，也毋过袂刺，会擦，对无？哦，所以你会当起来撸身躯，把身躯的先撸头角就对啊。嘿，我跟你讲，啊，咱身躯洗的时阵，万不离手还佫有的时阵啊，你就向右转，向左转，过来了，太乳甲抹咧。勾表、撸表，啊，这个时阵就免用手啊，你可以撸安尼撸咧，哦，迄态度都白涩涩，都袂佮有胶卡伫咧顶管。啊，我知，你讲会当撸表，安尼是毋咱的碗公底啊，有当会当撸，所以伊迄咖啡因甲迄个弱酸性，伊迄个油膏甲臭味都会当降低，起来生活上好用呢。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足厉害呢！我刚刚讲到撸太乳，你就想着洗碗，搞举一反三。真正学起来，敢若去角质。